大家好，今日北京時間黃昏6點幾咧，有一架有人駕駛嘅輕型飛機突然撞咗落北京最高嘅大廈，就係北京地標，號稱中國磚嘅中信總部大樓。呢架飛機猛烈撞擊之後，就斷裂解體嘅碎片散晒一地，仲起咗火燒。咁呢架飛機究竟係邊度嚟嘅？個機師又係邊個？咁究竟係自殺式故意撞擊，定係因為駕駛失誤而發生嘅意外呢？當然呢件事一發生嘅瞬間就登上晒所有大媒體嘅頭條啦，而中共官方亦都即刻進行咗緊急、非常全面同埋徹底嘅封殺。即使佢關於呢件事相關嘅情況，包括飛行員當事人嘅資料等等，依然俾有內情嘅網民爆泄出嚟。咁樣嘅嘢，呢單嘢絕對唔係普通嘅駕駛意外。而且今日仲有另一單大新聞，就係馬新瑞同埋中共3位上將正式俾人罷免咗人大代表資格。咁到底係邊3位上將呢？今日係美東時間6月26號，我係唐俊元，歡迎大家睇到我哋俊元開講，都歡迎大家訂閱我哋頻道，一齊用客觀角度、用邏輯同常識去發掘新聞背後嘅真相。就喺北京當地時間就係今日啦，即係6月26號晚6點幾，唔少北京市民就親眼見到有架輕型小飛機突然之間低空飛入呢個北京市朝陽區 CBD 嗰度，真係核心地帶嚟嘅。跟住就猛烈咁撞咗落北京中信大廈，大約係83層樓嘅高嘅位置。撞咗之後咧，呢架飛機並冇即刻爆炸，反而係機身斷裂。大家睇下撞出嚟嗰個窿啦，撞擊嗰個位發生嘅斷裂，仲解體成大量碎片散落喺地面。飛機主體墜落地面之後，仲有起火燃燒。因為嗰陣時你睇下6點幾啫嘛，天都未黑，而且當日天氣好好，視線清晰。能見度都好高，所以附近好多市民同埋周邊寫字樓嘅上班族咧，都親眼目擊到成個撞擊過程嘅。好多人都大叫話佢架飛機跌咗落嚟，着火啦咁樣。當然都有唔少人即刻喺起部手機拍低現場嘅片段，仲即刻放咗上社交媒體，梗係一瞬間就引起全網轟動啦。好快就有消防車到嚟現場做搜救啦，跟住之後咧就有大批警察進駐嘅當地咧開始封路，期間咧都有警察不斷上前干預，阻止咗途經嘅市民同遊客，唔俾佢哋向住大廈方向影相。警察同佢哋講唔可以影相。跟住今次撞擊發生之後，現場拍到嘅畫面咧就見到中興大廈起碼有2面玻璃幕牆，係咪發生嘅破裂？留低咗一個好明顯嘅大窿，大家嘅相都見到就係咁樣。而嗰架小型飛機嘅殘骸咧，就散落喺佢附近條馬路上邊嘅地面同埋大廈底層度啦。可以見到有明顯嘅火光同埋濃煙冒出嚟。咁當然喺呢棟大廈入邊嘅人即刻就進行嘅警戒同疏散咧，全部都俾人趕咗出嚟。大家睇呢個就係起火燃燒嘅畫面啦。到我而家同大家做呢集直播為止咧，已經過咗差唔多12個鐘頭，中共官方都仲未有任何講法，連1個字嘅官方通報都冇。即係話中共當局而家完全係啞口無言，咩都唔講，仲喺佢哋封鎖社交媒體上面有關嘅影片同埋相片。今次個封殺嘅力度咧，真係前所未有。咁就目前嚟講咧，我哋到底可以知道啲咩資訊呢？針對今次撞擊事件咧，首先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架飛機同埋個機師嘅資料，係咪？即係話架飛機邊度嘅，機師係邊個？我哋而家已經有咗一個初步結果啦。根據 FRS424呢個網站，佢哋最終提供嘅飛行數據顯示，呢架撞咗中國磚大廈嘅飛機，第2日就有相片顯示出嚟。佢係一架國產輕型運動型飛機，叫做阿約拉 SA60L， 呢個就係佢嘅型號，註冊號係 B12PP。呢架屬通用航空小型飛機，雙座單引擎螺旋嘅，主要做飛行訓練、觀光同埋私人飛行體驗飛行樂趣、娛樂性質居多。咁喺中共所謂低空經濟入邊咧，都算係幾典型嘅一款。呢啲輕型飛機甚至係主打機型，仲號稱係最安全嘅新型飛機之一。要講呢架飛機咧，其實佢係地道嘅國產貨，係由中共嗰間叫做山河科技嘅公司研發同生產嘅。佢唔係嗰啲民航客機，亦都唔係無人機，而係屬於通用航空入邊有人駕駛嘅輕型運動小飛機。根據 FR24 嘅飛行數據顯示，呢架飛機
咁起飛之後咧，首先喺北京東部或者東北部嗰邊咧做咗低空飛行，仲飛到 G102 同 G203 附近咧，應該都係冇座標嚟嘅。之後咧，佢又轉咗個彎啦，做咗個盤旋啦，跟住佢就由東面突然之間折返咧，一路沿住北京東城區個方向向西飛，幾乎係直線咁樣咧，直衝去北京核心，就係朝陽區嗰個 CBD 區域，直接就冇衝過去。最後咧就衝向中信嗰棟大廈中間，咁你可以見到嘅飛機，佢明顯做過規避、盤旋或者閃避嘅動作。有知情嘅網友爆料話，北京時間就係今日下晝，有一架屬於東方時尚商業通航呢間公司嘅 B12PP 輕型飛機，由機長劉俊華駕駛，連個名都俾人爆咗出嚟，話佢係會員，係呢間公司嘅飛行會員。由佢進行咗本場空域嘅單飛，跟住呢架飛機喺大約5點半嘅石佛子機場起飛，去到大約5點40分，本來計劃翻場降落，但係呢架飛機突然之間就偏離咗航線。呢個飛行監測一直追蹤住呢架飛機，就發現呢架飛機一路飛到大約北京東五環一帶，突然之間就失咗信號，之後點樣都再聯絡唔到呢架飛機啦。喺呢架飛機發生撞擊之後咧，我哋而家可以確認至少有一個人係受咗傷。大家睇下就係呢個鏡頭顯示咧，呢個人好似仲係生存緊，係嘛？由呢個擔架車抬住從現場拉到出去。呢個就係現場網民拍低嘅影片，你可以見到呢個係一位着住啡色上衣同黑色褲嘅中年女士，好明顯係有受傷，跟住就俾救護人員好快咁帶嚟咗現場。咁截至到而家為止咧，我哋見到網上有啲未經證實嘅傳聞啦，因為而家官方咧都未有出嚟講過任何嘢，都冇辦法啦。咁我哋唯有咧喺網上先揾下相關資料。根據網上嘅傳聞講，今次撞擊一共造成咗13人受傷，其中2個人情況危殆，8個人比較嚴重，有3個人係輕傷。咁另外仲確認咗有1個人死亡，大家都認為有可能就係呢架飛機嘅機師。當然，好似我哋見到網上都熱傳緊質疑話，啱啱畫面入邊着黑色褲嗰位女士係咪就係呢架飛機嘅機師劉俊華啦？有可能，但係都可能係誤傳，因為大家都會諗任何一架飛機係咪以差唔多時速200公里咁快撞落去83層高嘅大廈，而且個飛機仲斷裂解體跌咗落地，話個機師仲可以生存，呢個可能性真係極之微細。係咪？當然我哋見到而家都有咁嘅猜測啦。另一種講法就係話架飛機可能斷咗2節，機尾就跌咗落地，但係機頭部分仲冇棟樓入邊，係咪？因為佢哋發生爆炸。如果真係咁嘅情況，佢個機師可能仲有生存嘅機會，但係而家我哋都冇辦法證實。咁所以我哋只能夠話將呢啲資訊同大家分享下，再睇下之後官方究竟會出咩講法，定係話有可能佢哋永遠都唔會有任何講法。就係裝聾扮啞，永遠就咁樣算數啦。當佢發生過，總之我哋綜合各方面嘅資訊，佢哋呢位劉俊華駕駛咗呢架飛機，好大機會就係最後撞咗中國尊嗰棟大廈嗰架飛機。咁呢位劉俊華到底係咩人？咁究竟係男定女？佢同中信集團又有咩關係呢？點解要撞中信集團總部大廈呢？咁截至目前為止咧，我哋從網上爆料啦，再加埋咧就喺公開查證嘅資料咧，顯示咧同中信集團有關聯叫做劉俊華嘅人啦，你查到佢其實得一個，就係曾經做過中信銀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全權委託與解決方案部副總經理嘅呢位劉俊華。大家啲相就係相入邊呢位女士。呢位女士咧，佢係一位中年女性，一嚟就知。而且根據官方自己公開報導，根據資料，佢有16年金融市場交易從業經驗，而且專門服務嘅超高淨值同埋戰略客戶專戶，投資交易方面經驗好豐富。你再查下就會發現啦，呢位劉俊華女士其實佢嘅資歷都幾搶眼。咁領英上面嘅資料顯示咧，佢有個賬戶咧，話佢哋1997年至1999年嘅山東大學讀化學系咧，應該係讀專科。因為得3年時間，但之後佢就入咗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讀書嘅。佢哋嘅金融學同埋投資銀行學嘅碩士學位，跟住2023年咧，中信官方網站發布嘅資料仲顯示咧，中信集團旗下有間理財子公司
嗰間嘅子公司咧，確實有位叫劉俊華嘅總經理，大家喺相片上邊就係呢個人。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都要再同大家強調一次，依家有多個消息來源，唔同嘅消息來源都爆料證實今次駕駛撞擊事件嘅司機名叫劉俊華，亦都有啲爆料直接話呢個劉俊華就係中信嗰位原高層劉俊華女士嘅。不過咧，我哋而家暫時我哋冇辦法完全確認話撞車嗰個司機同呢位劉女士係咪真係同一個人？依家我哋都仲未可以完全確認，我哋都有去查證過喺國內幾大社交媒體平台係咪查咗微博啊、抖音啊、仲有知乎啊等等各大嘅社交媒體嘅平台，所有咧有關中信撞車啦、中國專啦嘅敏感詞，包括劉俊華相關資料，基本上全部都俾人封鎖晒，乾乾淨淨咁冇晒。所以我哋真係冇辦法去核實。不過咧，從另一個角度，即係用常識嚟講，如果話嗰個司機其實唔係呢位中信嘅女高層，佢喺呢種已經喺網絡上瘋傳嘅背景嘅情況之下，呢位劉俊華女士大機會可能會用某啲方式，好似喺自己社交媒體賬號，例如微博或者抖音嗰度發個訊息，話俾大家知我仲生存緊，你睇下我一切都好之類。佢做一個間接澄清啦，但係咧，依家為止我哋揾唔到任何一丁點相關嘅消息，咁所以咧，只可以講，至少到而家為止，呢位劉俊華女士咧，的確係最大嫌疑人，而且咧係唯一一個，即係除咗諗之外，暫時我哋都未見到有其他嘅可疑嘅人。咁所以跟住落嚟就一定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劉俊華到底係有心撞人自殺式，定係純粹駕駛失誤搞到一次嘅單純嘅意外呢？我可以先同大家講個結論，機會好大呢。呢次好可能係一次有預謀嘅撞擊，係一次北京版嘅911事件，或者可以話係北京版縮細嘅911事件。點解咁講呢？我哋先睇今日嘅工商時間，提一提大家，黑高治父親節優惠活動仲有2日，今個月28號星期日就會完全截止。而家仲剩翻2日，所以大家記住要輸入我哋嘅折扣碼 TJY 就可以享有85折優惠，而且只要單次購買滿$500，即刻自動再減$30，呢2個優惠咧仲可以一齊用。咁所以有需要嘅朋友咧，記住把握時間去睇落單。我成日都同大家推介呢款 GX 黑高治，原因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佢嚟到加拿大衛生部嘅雙重認證，安全性同有效性都冇問題。第二樣嘢就係佢係喺加拿大政府嚴格監管之下生產咧，所以品質非常可靠嘅。想同大家分享個數據，上個月5月份呢個黑高治嘅平均回購率咧都達到咗43.68%，差唔多一半。即係差唔多有一半嘅朋友都選擇繼續回購，咁就證明佢哋嘅品質同埋有效性。其實呢個數據本身就已經係最好嘅證明，係咪先？同大家舉個例子啦，有位叫 MI 嘅觀眾就留言俾我哋，佢話呢個黑高治真係唔錯，對於我而家更年期嘅人嚟講，食咗之後睇得好嘅，而且對腳特別有力。仲有一位叫 M 嘅觀眾，佢話咧飲完之後覺得精神特別充沛。去滑幾個鐘頭雪都唔覺得好嘅。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位老觀眾咧，算係我哋嘅嘢，姓劉老先生，佢長期有高血糖，食咗之後咧，好快指標就改善咗。包括我自己屋企嘅老人咧，都有親身試過嘅，都係高血糖嘅。咁食咗之後咧，明顯覺得指標有緩解，而且行路嘅時候咧，對腳特別有力。仲有另外一位宋大姐咧，都快70歲啦，係咪？佢話食咗幾個月之後，都覺得夜晚冇得特別好咁樣，日頭就覺得精神充沛，所以好開心，一次過就回購咗12支，係咪？當然，以上嘅都係屬於觀眾朋友俾我哋嘅個人使用體驗版嘅，呢個效果可能因人而異，唔一定每個人都完全一樣，係咪？而且都要再強調一次，呢個黑高治其實係保健品，唔係藥品。係嘛？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食嘅，對男女老幼都好適合，而且唔會上火，係嘛？即係唔同年齡層嘅人都啱用。